家長指引。好似佢咁樣衰又口臭嘅機會係1/1000。好似佢咁苦悶同無聊嘅機會係10000000分之一。好似佢咁衰格同冇公德心嘅人係1000000分之一。嗱，睇下仲整污糟入條褲啲。唔好。助你成長第一步，觀塘循道做得到。